115年前，山水秀美的嵊州孕育出了同样秀美的越剧。本期角儿来了，邀请赵志刚、毛微涛、何赛飞、方亚芬、吴凤花等诸位越剧名家，齐聚嵊州越剧小镇追鱼酒馆，共忆青葱岁月，共享陕西美食。欢迎我们各位金派花旦黄美菊奉上特色鲈鱼宴，现场上演美食诗词连连看。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逗趣游戏大比拼，3位小生各出妙招，默契配对。选男的，新老搭档，你画我猜，靠眼神了啊！后羿射日，哇，我爱你！惊喜不断，爆笑全场。都出来了，是我。更有经典名段致敬恩师，祝我们越剧的未来越来越好。好，愿你长青，愿你美丽，人才辈出，灿烂辉煌。良辰共美景，越是故乡明。精彩节目马上开始。大家好，董英老师好，毛姐姐好。哎呀，赛飞姐姐好。咱们入座好不好？再慢慢聊。来，有请。我们早就在等你们了。你们有没有去小镇里逛一逛啊？已经逛了无数次了。哎，今天我觉得特别有缘分，请到几位名家呀。咱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叫什么？追鱼酒吧。对。哎，说起追鱼，各位老师们会想到越剧的追鱼是哪几位艺术家？徐王老师，徐王老师。这个问题好像只能考我自己啊。但是此鱼非彼鱼，对吗？追鱼过去那是那个鱼，这个鱼多了3点水。哎，对。那今天几位老师来到我们现场了，是不是先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好不好？好。大家好，我是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小生演员吴凤花。小生来了。大家好，我是演员吴赛飞，我来了。大家好，我是毛微涛，越剧小生，影派小生，小生这厢有礼了。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方亚芬。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影派小生赵志刚，小生来了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嵊州市越剧团的金派花旦黄美菊，在这里呢，我作为东道主，欢迎我们各位名家老师们来了啊！黄美菊老师，既然您是东道主啊，我知道您准备的有惊喜。因为嵊州有很多好吃的，今天呢，我为大家精心的准备了一桌鲈鱼宴。鲈鱼宴，对。为什么鲈鱼是你们这里的特色吗？是这里的陕西里的吗？对，陕西的一种非常鲜嫩的味道，非常鲜美的一种鱼。听您这么一介绍，肯定是有不同的做法。哎，对，它有水煮啊，有清蒸啊，有油炸啊，它有很多种做法。啥都不要说了，上菜。上菜。哇！哎呀，千呼万唤始出来呀！哎呀，这个品尝品尝美茶，再请我们的黄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美食。那个，我先从这边来介绍啊。这个是呢糟肉3拼，那么这里面呢有糟舌头、糟牛肚，还有糟肉，就是我们这边的嵊州的这个糯米酒的榨汁完了以后，它剩下那个酒渣
然后呢就是腌制而成的，所以这个菜呢会吃起来会酒香扑鼻的，会比较酒味比较浓，对，太好了。然后这一道呢就是嵊州的三鲜，它是豆腐皮包起来的，里面呢有肉丝，然后有豆腐干，然后有笋，就是根据你喜欢的这种材料包起来，味道非常的鲜美。这道菜呢也是营养非常丰富的一道菜，所以我们嵊州人呢，就是有一些客人来了，我们这道菜也是必不可少、必上的一道菜。停！给我一张纸，擦擦口水。何老师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吃了。哎，毛巾有毛巾，真的，你出快点，我吃不着。好，继续。然后这一道呢是叫腌肉蒸笋，上面呢是腌起来腌制的这个咸肉，笋呢是煸笋，然后加上现在比较时鲜的这个毛豆，对，然后呢咸鲜，吃起来就非常有味道。对。这个猜一猜，方亚芬老师猜一猜。炖鸭，炖了100多年的老鸭，100多年。对，有100多年的历史。100多年不是，因为这个鸭掉100多年。对啊，这鸭子谁敢吃？放在你的面前，100年。下面一道就是我们今天的一道主菜鲈鱼宴，因为各位老师也看到了，上面是一条鲈鱼，然后鲈鱼的片切得非常的薄，然后通过这个高汤里刷一下就可以了。看一下啊，对，刷一下，它这个肉质非常的鲜嫩，里面有菇，还有这个玉米。对，它跟别的鱼的做法不太一样。还有一点，它的鱼是不是鱼刺全部给去掉了？对，就拿这个鱼片在这刷一下，涮就可以，而且特别嫩，然后营养也特别的丰富。这一道呢，就是我们嵊州非常有名的鸡汁羹，就是用鸡鸭的这种血啊、肝啊，就是内脏，然后做成的一道羹，加上嵊州的炸面和年糕，所以到了嵊州，如果不吃这个鸡汁羹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遗憾，必须要吃，就是米线跟年糕，就是鸡汁做面了。对，做面馍子。馍子就是年糕，鸡蛋叫鸡子，鸡汁做面就是鸡蛋炸面啊，鸡汁做面馍子。哎呀，我也学会一个语言。所以我们嵊州的菜，各位老师是不是感觉就是比较保持这个原汁原味的？好，回去了，我要吃了。啊，你要回去了，我回去了，可以吃了。各位老师请吧，咱们品尝品尝好不好？太好吃了，真好吃，好鲜啊！欢迎你到我们越剧故乡来啊！欢迎各位老师，各位老师，谢谢，感谢各位名家的到来，谢谢。这个吃完以后，大家都觉得这个感觉特别好哈，美食相当了得。何老师，准备好了吗？啥？因为还有活儿啊！当然了，吃饭就吃饭，要活儿啊！那不能白吃啊，吃完也要考考你的呀。啊，吃了人家嘴软，来吧。对，不能白吃是吧？我手里有几个卡，每一张卡片上都会有一首诗，从中找出这几道菜的菜名。每个人手里有2张卡，比如说第一张卡里面它有一句诗，你觉得可能会跟这个菜有关，那你就说出来。看看到最后由黄美菊老师来公布答案，谁猜的对，谁说的对，好不好？然后现在呢，我们的老师们啊可以这个对标一下，谁先来？毛毛老师先来吧，我先来啊。您先来。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善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那就这个鲈鱼了。为什么呀？说说您的理由。这不是有善溪水嘛？他说是善溪里来的鱼嘛？哎，对吧？水叫汤嘛，汤就是水，高汤嘛，对吧？哎，那就是这个，有点像这个汤。你选一个汤，
它有绿嘛，但是也有我觉得水嘛。这个有一个送我至善溪呢，就是哎，不对，这个里面都有善息。这个善溪啊。我也有坚持自己，坚那持自己我坚。持还是这个。我觉得要坚持自己，被他我坚们又持这一道误导了，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对黄老师对公布对不对？错，错了，鲈鱼肯定不对，所以肯定不对啊。但是何老师刚才猜的是对的，这个菜这个啊，再结个菜，啊，那道菜叫什么名字啊？笋干菜汤。笋干菜汤。笋干菜汤。哎，我觉得还是我的这张像太像这个实话汤。你那个是啥？高速路喧嚣，长松带雪明，披衣凝望久，无限善溪情。哎，那笋啊，一层一层要剥的吗？吴老师，你觉得哪一个跟你这首比较接近？你这个是这个菜。哎呦，我觉得何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您说说理由。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月香小草就是无限善溪情。好，这不能恭喜阿花了，得恭喜何赛飞老师连对2道。哎，厉害厉害厉害！赵志刚老师，您刚才点评了半天别人了，您猜个。我这个呢是粤女天下白，线湖五月凉，善溪韵秀逸，欲罢不能忘。我再想想哪个菜让我吃了以后是不能忘，螺丝啊，您自己选吧。我觉得也不像。那么就是这个梗嘞。阿花急了。啊是梗嘞，鸡翅梗嘞，对，鸡翅羹。哎，鸡翅梗嘞。对吗？黄老师对公布一下。粤女天下白嘛，它里面有豆腐啊，哦白的，对对吧？阿花还有没有？越人为我善溪明，采得金阳串金鼎，素瓷血色飘墨香，何以诛仙求瑞江？好，应该是查了，对吧？这个对的。这个对了。对，善溪明嘛，就是这个茶的意思。哎呀，恭喜恭喜！来，给点掌声吧。好，哎，我倒觉得有一个提议啊，人黄美菊老师今天尽了地主之谊啊，让我们品尝这么多的美食，是不是也给我们带来一段咱们金牌的唱腔呀？必我们也须的呀。听一听这个陕西人民带来的粤剧，好不好？那我就为各位名家老师们表演一段京派的名段《官人好比天上月》。哦，好，好，来欢迎谢谢谢谢黄美菊老师有请。
刚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您没有发现咱们在座的一共是3位小生，3位花旦。那接下来咱们有拉郎配，看看各自的默契度如何，好不好？阿花、毛毛老师、赵志刚老师，你们3位小生，各自选老婆。你说的。3位小生，他们3位有一个任务，就是用各自的优势来拉票。看看谁最终能够得到花旦的芳心。我们的3位花旦挑一挑他们，这个可以的吧？这个可以的吧？那赵志康肯定是香饽饽嘛。你不愿意吗？你有意见吗？意见是没有，关键是啊，我要都全选了，一个不够。那你给别的花旦留点饭吃吧，全选。来吧，谁先开始？赵老师来。大家看看这里，真正的男人就我一个啊！你们选的时候应该明白的，对吧？要选郎君肯定是选男的。哎，货真价实。你这一下打击了好多人。我告诉你，女子越剧全部都跳起来了。好的，没关系。阿花，多给他。我跟阿花2人配对行吗？我干嘛3个人都要给他？不可以啊，不可以。阿花来，阿花对吧？阿花要怼你的，快听好了。是不可能的哈，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对，全给你那是不可能的。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只要眼神一对就。哇，天哪！暗送秋，暗送秋。这2人已经对上了。啊，幸好对上了。哎呦，就真的，我这没有办法，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都有点原因了。哎呦，这还要选吗？这还要选了。那赵志康肯定是香饽饽嘛。他们都名花有主了啊，女婿，那就这么定了啊。黄老师没得选，自然配对，哎。那恭喜阿花和范亚芬一组，恭喜何赛珍老师和毛一涛老师一组，恭喜。这边是黄敏欣老师和赵志刚老师一组啊，默契大比拼，咱们说来就来，你画我猜。一个上去画图啊，另外一个人猜，看看哪一组猜对的多，哪一组是最默契。5分钟之内答对6道题，6道题获胜。如果少于6道题，就要表演节目。3组谁先来？真男人先来。哎，我看可以，好不好？那你们组先来，来，有请，欢迎2位。来，倒计时5分钟，计时开始。2个字啊，中国的一个很著名的建筑。知道，长城。OK。赵老师，你画工可以。回答正确。来，下一个。刚才我们吃过的一样东西，一笼一笼的，一笼一笼的。一笼一笼的，一笼一笼的，几个字？哎呀，3个字。哎，齐全，一笼一笼的笼子。好，这个过。好，4个字。4个字啊，4个字，这个是大家要走的路，走过来是什么？嗨，这是先是这个，再是这个，这是什么？一座什么？一座什么？人走过去的？一条船。4个字啊！一座要走过去的。一座桥。大的反字是什么？小。对，小的什么？小桥流水。小桥流水。小桥流水，对 ，OK。好，1个字啊。哦呦，这个要费功夫。要，弓箭步都出来了。对。天上除了云雨，还有什么？吹的。几个字？吹过来的风。对，恭喜。是风吗？我以为是烟。风吗？我以为是风吗？我以为是烟。啊。3
个字，怎么画？这个怎么画？3个字，这个怎么画呀？这啥呀 ？KT 猫，KT 猫是我。我姓什么？第一个字对，然后这2个是上面有毛毛的是什么？毛毛虫。是我唱过的一个戏，今天唱过的，那个叫什么？沙漠什么？哎，王子，赵王子。对，赵王子，对。这赵王子我还以为是有一只兔子，有。好，然后这是一个小人，对吧？画的不错。我们看过一个，它下面有一个唐老鸭。有一个风火轮，它是什么？哪吒什么？2个字。哪吒闹海。对。好，哎呦，好，这个简单啊。我们在奥运会上什么？很厉害。有一个比赛的，非常厉害的。好嘞，我已经晓得了。哎，乒乓球。对，乒乓球，对。快，这好6个已经到了吧？6赢够了。好，然后是大观园门口有2个什么？石狮子。哎呦，我们今天吃的一种水里游的鲈鱼。腌过的。黄鳝。要画出来。黄鳝。画出来，不画不可以的。腌过的。好，时间到。它是咸鱼。哦，咸鱼。7道啊！恭喜！祝你赵志刚老师、黄美菊老师，辛苦，能做一半。很默契，非常默契。方耀登河。哎呦，辛苦啊！哎呦喂，一搭搭子。阿花。3、2、1，计时开始。很简单，越剧的代表作啊，是你先生的2个字，是梁祝。哦，你看我一个猪都没画出来，这什么了？这什么东西了？他是这画的是个什么？这画的是个粮食呀，粮食稻穗啊！快！太可爱了，雅芬。刚刚我们吃过的鱼，这个一个人追鱼，对，这个画的手机，这就是这样。快，下一个。3个字，快！一个女人头发长长的，淑女。方雅粉，人家叫我什么？姐。网上的名字叫我什么？女王。那我方女王。快！这个，笑得我眼泪都飞了。就是这个，在三国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是个锅。三国里的锅。三国里面的有一个非常的几个字？呀？草桥借箭。草什么借箭？草桥。草船借箭。草船借。普通话说的不标准，草桥借箭。那个画。啊，这是什么？几个字？4个字。草船借箭。就是有一部电影，这什么？让子弹飞。提示了，说出来了，说出了个让。不算。你说了个让，不可以。这个什么？画。快哭了他。这是
什么？这是什么房子，一个房子，我以为这是个枕头啊，这像个枕头。房子，房子三个，只有空房，空无一人，哎，有点接近，人去楼空，空空如也。这个真的很简单。这是什么？这是屋顶，我顶，又有避雷针，我以为是。家徒四壁啊！你怎么知道的？那他说呢？这样呀，关键这个动作是吧？没有，哎，画。我从哪里来？要画出来，要画出来。到了，到了，时间到。5分钟答对几个？5个。哎输了。关键问题是方亚芬这个绘画技术实在是幼儿园水平吧？实在是不能点评了。毛老师不要激动。是毛维涛和何赛飞这组开始比拼，你们俩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靠眼神了啊，靠多年的默契啊。我来计时5分钟，开始。几个字？ 3个字，串，羊肉串，羊肉串。糖葫芦。快！几个字？ 2个字，现在正是吃的时候。八爪鱼，这是吃的时候。正是吃的时候。哦，螃蟹。哎，不会画。长颈鹿啊！哎呀，3个字，啊，3个字。好漂亮哦，白白的羽毛。白白的羽毛，3个字。对，这是天鹅湖。哎呀，厉害！它底下画水了。3寸金莲，几个字2个字， ？2个字。口红。快，这个，这个什么呀？快4个字啊！哎呀，这个啥呀？太阳。也稍微来点提示嘛。哦，后羿射日。哇，我爱你！哎，快看！这几个字？ 2个字，人名。人的名字。哎呀，这画的不太像啊！哎呀，胡萝卜，年纪很大，他很会作诗，唐代很会作诗的李白啊。哎呀，这个是李白啊！我以前舞台上是你什么？画，几个字？ 2个字。啊。哎呀，这个好难画。女人有男人啊，这个是男人，女人是男人。 2个字啊？2个字。老婆。换一个。夫人。还有妻子。经常叫的。娘子。啊！几个字？3个字。 哎呦，毛毛虫。哎呀，这哪里像毛毛虫啊？好，再来。哎，快！几个字？哎，3个字，人名是非常会打仗的，出主意。结束。时间到了。好嘞，到了。厉害！恭喜！哎呀！恭喜
戏何赛飞老师、毛维涛老师获胜，第1名。哎，谢谢。第2名呢是我们赵志刚老师和黄美菊老师夺了。第3，我们质量比较高，难度比较大，挺好的。来个什么节目吧？哈夫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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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欢迎。好。哎呀，相公啊！曾记得当年金口初相逢，但见你把配为带了用，相公为个去从军，却在身归少子梦。在23年来沙场休，才来下子汗马转弓。相公你立功勋扫不灯笼，嫌弃我讨风云欺负庸。三传子位高权重，长子气心匆匆。位高子才高，权重贞洁得防龙。西京在青叶间，远耍神通。神庙算子会定，大将威风。我虽自夸相公，为此背得酒两盅。有你相公苗族金元兄，儿子我是身为爷，是英雄。谢谢。那
刚才考验了一下大家的这个默契度啊。要说到这个青春岁月啊，今天我们有几段视频，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看看都有谁的哪几段视频，好不好？来，请看。哇，娘子她这么晚不哎呀，来呀，这个动作家头四臂嘛。娘子的为人，哎，你听那声音，真真好听，真好听。好似庙中的观音，你呀菩萨。哎呀，这人是谁呀？这个人，赵志刚老师啊这。个做的2个动作都是家徒四壁，家徒四壁。志刚已经是有2个，那时候的2个了。啊，对，赶快遮起来一点，遮起来一点，遮起来。要注意一些。这是什么时候？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84年，应该是江浙沪越剧大奖赛吧，当时有参赛的一个节目。当时我最瘦的时候，这个腰啊只有1尺9。哎呀，当时拍电视啊，拍那个《红楼梦》里面，我演一个冯渊，因为太瘦了，所以当时化妆师说这个孩子太瘦了，这个不行。那个摄像也说，导演也说不行，想个办法。化妆师最后弄了2块海绵，用海绵塞在我的腮帮子里面，这样稍微鼓起来一点，才能够去演那个角色。现在的肉多出来了，现在呢，最后里面的海绵都拿出来了，可是拿不出来。现在回忆一下当年的这些成绩，可以说也为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也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哈。对对对，当时就是跟着尹桂芳老师学了很多，也是感受到影派艺术的魅力。这条路一直走到现在，我觉得要把老师的这个影派艺术如何去传扬、传播，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份责任。看到这里，来到嵊州，都会回忆到很多的过去的片段，确实非常感慨。那今天赵志刚老师要不要给我们来一段？好的，好不好那我就来几句伤员访妻。来，欢迎。好妇女大姐的迎新，距离上远方来迎。银谷山里桃花渡，走过老里杏花村，确保两人来穿过。距离上远面前人，弹着剑一入上远多美人，眼看人家人所闻，那一边竹篱茅山会得胜。莫非就是杨家门，陪我上前把门开。为什么今天把人门关紧？耳听那边无声响，不见娘子王妃心。不忘还原自唱来，我家唱响来宽分明。哎
哎呀，长口高来看不见，哦，有了，便快茶头就看得清。分水举目向来望，只见一间小草房，小小城来朝上爬，铺木教育分两旁，三枝清香炉中茶，荤素菜肴桌上放。第一位把香红灯贴当用，第二位又见鱼儿破壁香，第三位香人蘑菇炖豆腐，第四位白菜香桂炒茄子，第五位姜烧胡闹牛鱼牛，第六位酱鱼花椒在花上，八碗一碗酒一杯，桌上花枝有一双。哎呀，看起来古人为我做39年，管家娘子今已长。谢谢赵志刚老师刚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啊！哎呀，在这样一个追鱼酒馆里面去感受这样子的尹派唱腔，真的是太美好了。那接下来又有谁的青春岁月要和我们分享呢？咱们一起看一下。哎呦，不出荣光了啦！姐，你咋啦？听不懂？哎呀，我问你咋样啦？哦，哎呦，我肚皮痛的是弗莱塞。弗莱塞？这啥叫弗莱塞？哎呀，弗莱塞，你就做吧。弗莱塞，弗莱塞，他还是听不懂。哎呀，我让你坐下吧。许仙来了。许仙，你来得好啊！那个台步你看水上漂啊，哎呀，功力相当了得呀！好，哎呀，这是方亚芬老师。满脸的胶原蛋白呀！那时候真的是满脸的胶原蛋白哦。这是1986年的86中央年电视台的春节春晚联欢晚会啊。对对对，那时候是我还在戏校读书，正好是我们排了一个断桥，他们央视要搞这台节目，都是要各地的青年演员，最年轻的演员，多这种的。所以说，我跟小香玉是同一个年龄的，陶长静是好像比我们大1岁，不知道2岁，但是已经过世了。哦。所以说现在那个留下来的一些资料也是非常珍贵，让我们有很多的回忆。
我就觉得，大家同一个年龄辈的人，有人已经走了，我们还活在世上，而且活得非常好，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珍惜当下，珍惜当下，健康第一，感恩现在，感恩大家。感恩有兄弟姐妹们在一起，感恩有我们现在这样子美好的一个新时代哈。好，那感慨过后呢，我们看看接下来又能看到哪位老师的青春岁月。哎呀，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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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哎呦，哎呦，这是东方不败，东方不败。我看你是东方必败。我已经10年没下过黑木崖了，可到头来还躲不了这恩恩怨怨。你少废话！水袖，水袖，哎，这是技巧就用上了。我当时跟陈飞去学的，对，我就想用一下水袖，导演觉得很好。然后还要吊威亚，吊威亚很重要。对，吊的这全都是淤青啊。这是我自己创意的，我要求导演，我说他们以为他杀人了，其实他是完成他那个刺绣，哦，他的生命就完成了，对吧？哦，太棒了！刚听你一解读，我就鸡皮疙瘩起来了，就以为他拿那个针，最后按键是要去伤人，其实是完成他自己的作品。对，其实这个，哎呀，我也没想到这个剧目组会挑这么一段，就是当时就是因为我不是演孔乙己嘛，然后剃了个光头，然后剧组呢他们导演康洪雷现在很红的啊，导演就是来找我干嘛呢？让我演那个第一师太。我说这个对任何角色都不感兴趣。如果我说你们要让我演东方不败，我说我可以考虑一下哈。哎，后来张纪中就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思前想后，还是觉得还是要请你来演东方不败。然后我说时间呢？他说时间就差不多1个月之内吧，因为在杜鹃园嘛，在无锡的杜鹃园，所有的杜鹃花真的。就我每天早晨就是基本上就是日出以前就得在那儿候场，然后每天4点钟天还没亮，我住在前面的一个招待所，到后面那个化妆区域去，要翻过一个无锡的一个风景区的一个假山那样的一个坡度的，我每天就是奔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不是人干的活儿，以后再也不干了，真的太辛苦了。拍影视剧，因为我是拍完这个我自己从来没看过，我不敢看，但是据说这个评分还挺高的，对我演的角色。然后说金庸先生以及金庸迷们都说这是符合他们心目当中的东方不败的原型的，就跟小说里的那个，所以我就这种尝试挺有意思啊。那今天现场要不要满足一下我们戏迷朋友们的要求？也让我们的各位老师们开开眼界，给我们带来一段拿手的唱段，好不好？那就唱几句那个《咏梅》，好吧？陆游的《咏梅》。好啊，好啊，好。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字。已是黄昏多时辰，更错风雨。还有啊，苦争春。一人群芳妒。
只有相思故，相思故。好，那接下来又有谁的青春岁月要和我们分享呢？咱们一起看一下。哎呦，大宅门，哎呦，报告老师，吓死我了！打雷呢？哎，对上，对上了，对上了。哎呀，看得我鸡皮疙瘩起来了。这种节奏，舞台节奏，对呀，对，太好了，全是舞台的东西。对对对。哎呀，大宅门啊！哎呀，这部剧当时怎么结缘的？当时因为他们没人弄了，我是救场。哦，本来不是选您啊？本来不是，他们都已经开拍了，说好像还有一个谁，你们听说过吗？何赛飞。何赛飞，郭导说他行吗？他能演杨九红吗？对我没信心。然后他们中央台的人说可以让他，我就过去了。这个是拍过《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拍过了，拍过了。赛飞当初这个起步多高啊，连着3个大导演啊。张艺谋、陈凯歌、李少红，对吧？对。所以他每次回来，我们就说哇，郭继和你回来了。然后啊，有一次大红灯笼高挂的时候，播电影的时候，我老公带着我坐着自行车后面，自行车去看电影，他看到了，他说：“赛飞啊，你现在是国际明星了，怎么还坐自行车呀？”呸！那刚才咱们看了《大宅门》的这个片段了，是不是您粉墨登场一下，给我们带来一段《大宅门》的主题歌？有的，来说来就来，欢迎何赛飞老师。又来一声笑，轻开梁山门，乱世风云乱世魂，平生多么力，男儿自横行，站住了是个人。有情义有担当，无怨无旁我自强。这一身傲骨翘起来真正的响。有情义有担当，无怨无旁我自强。击败曹要让这世界都响。击败曹要让这世界都响。击败曹要让这世界都响。无悔枪血，有一
春的记忆记录着每一位越剧人从青涩走向成熟，传承流派，发扬越剧，是每一位流派传承人肩上的重担。那今天啊，我们大家一起齐聚嵊州，可以说是一趟寻根之旅，更是一次出行历程。回望来时的路，整装再出发。那接下来我提议啊，咱们把最诚挚的祝福留在越剧小镇。谢谢，谢谢，感谢美菊，谢谢，等于谢谢。吴老师辛苦了，祝我们越剧的未来越来越好。好，谢谢我们角儿来了，谢谢来了，谢谢。期待尹桂芳老师的精神、十姐妹的精神、越剧人的精神，在这里传承传扬。我们将沿着前辈为我们指引的道路不断走下去。赵志刚。115年岁月悠长，越剧依然青春模样，越剧依然来日方长。愿越剧艺术扎根于民众，深入更多人的心肺。愿越剧艺术在未来的时间里人才辈出，灿烂辉煌。亲爱的越剧，愿你长青，愿你美丽，愿我的青春延续了你的青春，愿你灿烂，愿你永恒，愿我的生命装饰了你的灵魂。越剧走过100年的历史，是逗号，不是句号。祝福越剧，愿越剧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北美时尚，永恒的越剧。良辰共美景，越是故乡明。山水秀美的嵊州，孕育出了同样秀美的越剧。本期节目邀请6位越剧名家齐聚越剧小镇追鱼酒馆，在越剧故里共忆青葱岁月，共赏陕西美食，炖了100多年的老鸭，经典名段致敬恩师，默契比拼爆笑全场。更多精彩，敬请收看《角儿来了》。